今集我哋講下狗界嘅10大躁情，睇下你隻狗仔有冇上榜。第10位係我哋人見人愛嘅唐狗，躁情指數係6個躁情，係香港狗狗嘅代表，最接地氣，非常之忠心而且溫和。第9位八哥，躁情指數係6個半躁情，屬於懶洋洋嘅躁情，見你摸其他狗嗰陣時就會哼哼咁叫，妒忌但唔持久，因為佢好快會瞓着咗。第8位係史納莎，躁情指數係7個躁情，聰明倔強但係敵意滿滿，防範情敵，香港中型犬嘅愛好者嘅首選，訓練好就會妒忌得有禮貌。第7位玩具貴婦，躁情指數係7個半躁情，詐嬌嘅高手，當你有少少忽略佢嗰陣時，佢就會眼濕濕咁樣望住你，用佢嘅可愛嚟攻擊你。第6位係我哋阿強啊，發鬥，躁情指數係8個躁情，香港最受歡迎嘅短鼻狗，黐人黐到黐孖筋，絕對唔俾你分心，扮慘扮病博同情，其實對你最真心。第5位係哈士奇，躁情指數係8個躁情，著名嘅拆屋高手，一呷醋就會哀嚎，當佢開啟咗呷醋模式之後，全屋就會雞飛狗走。第4位柴犬，躁情指數有8個半，勁獨立但係超自私，遇到呷醋嘅情況就會冷戰，然後俾個想懟冧你嘅眼神，就好似同你講緊全部都係我嘅。第3位係你啊，金仔金毛尋回犬，躁情指數係9個躁情，係一隻溫柔嘅巨嬰，平時愛你愛到爆，但係當你接觸其他狗狗，佢就會不顧一切咁樣推開佢嘅競爭對手。第2位係松鼠狗，躁情指數有9個半躁情，係一嚿毛神神嘅希望，超級黐人。當佢見到你同其他狗狗親熱，佢就會不顧一切咁樣左插右插，插隊插到最近你，但就因為佢生得咁可愛，所以佢做咩壞事你都係會原諒佢。第1位芝娃娃，躁情指數係10個躁情，正所謂小身型但大躁情，見到主人摸其他狗就叫唔停，即時發生大罵聲。點睇啊？我同你都上榜喎。呷醋好正常啫，我唔想好似台灣果果同埋范姜事件咁樣打咗綠帽都唔知啊嘛。哇，你都跟得幾貼喎。